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做伙来吟诗，圣诗146首，救主出声叫我。救主出声叫我，软弱的人跟我，大家好打真情，依靠救主面前，我可主稳定，做我的下面，我大福气甲欢喜，时刻救主名字，你心黑暗的路，亲像行入风暴，那我可主耶稣，伊领明开我路，我可主稳定，做我的下面，我大福气甲欢喜，时刻救主名字，伊若心事有话，所惊所做犯罪，只可救主保卫，为洗清咱的罪。我可主稳定，做我的下面，我大福气甲欢喜，时刻救主名字，对死搁我的事，先都当作先死，欢喜这声来呼，学了主大功德，我可主稳定，做我的下面，我大福气甲欢喜，时刻救主名字。第以西结书对40章到48章是看起上帝将来圣殿的样相，甲这是上帝要互伊的百姓永远长祈求的应允的所在。像咱第40章看起先知伊看到圣殿的外院、内院，也看到即个圣殿生的即个款式。今日咱要继续来看圣殿对外口一直来看到伫内底。咱对今日会当看到是圣殿伊的整个结构，甲伊的即个结构的范围，然后甲伊内部遮的砖塔，甲遮所有的遮的遮配的遮的物件，咱做来看今日的经节。41章第1节，迄个人带我去到圣殿，伊娘壁条两边的看拢是3公尺，入口的门看5公尺，门两边的壁，这边2公尺半，迄边2公尺半。伊阁量圣殿长20公尺，宽10公尺，然后伊入去圣内殿。伊量遐个壁条高1公尺，入口本身宽3公尺，两边的壁宽拢是3公尺半。伊阁量内殿长甲宽拢是10公尺。伊甲我讲，这是至圣所。所以咱昨有来讲起以西结所看的圣殿，会当讲是圣经内面的第3个圣殿。头一个是所罗门王所起起来圣殿，第2个是修掠倒转来了后，所罗巴伯所起的圣殿，第3就是伫先知以西结伊伫异象中所看。虽讲这是第3圣殿，但是伊这比所罗巴伯所要起的圣殿搁较早就已经来看到，就已经有即个拿图点伫即个所在。
那照时间的顺序，以色列的圣殿，咱讲是第二个圣殿哦。伊看到即个圣殿，咱昨看的是外庭、内庭，然后即马搁伊即个外庭遮隆重的房间，即马先知愈看愈清楚到即个圣殿的主体，就是即个咱当讲今日讲的即个礼拜堂啊，即个礼拜堂伊的即个设计，就是伊的看度。咱嘛当看到遮个壁原来是真高，真高，所以这相信是因毋是人会当安尼真简单就起来，甚至咱昨嘛用即个寸尺来比较，那照迄当时遮个所罗门起的遮个技术，若要起即个以色列所看即个异象的圣殿，原来是搁较困难的代志。但是即三个圣殿的制信所，size 大小拢是共款的，就是换算咱即卖的即个寸尺，就是10公尺长甲10公尺宽，是一个正方形哦。第50，迄个人让圣殿的壁高3公尺，圣殿周围有厢房，逐间宽2公尺，厢房有3站，一站第一站，逐站有30间厢房。圣殿外壁四围有房墙，甲厢房凸的，则免厢房加搭靠圣殿的壁。圣殿周围的厢房愈悬愈宽，有楼梯通对1楼上到2楼，搁到3楼。圣殿的结构愈悬愈宽。我阁看见圣殿周围有悬的平台，做厢房的地基，平台3公尺悬。这个厢房的外壁高2公尺半。圣殿的厢房甲祭司因的房间中间的四周围有空地，宽10公尺。厢房的门拢空地，一个门北。一个门南，四周围的空地宽2公尺半。圣殿西边迄片空地的后面有一间厝，长45公尺，宽35公尺，四围的壁高2公尺半。所以这个圣殿除了伊的外形的结构以后，这个圣殿阁悬起来，有3站，咱对这个图会当看到，安尼拢总3站，一站拢有30间的房间，安尼照顺序排过去，若是安尼来看3站，安尼应该就有90间的房间。伫即个平面图嘛，当看到，这是外院，中这是即个圣殿，到圣殿的中间内面阁有即个至圣所，这是至圣所圣殿的即个本身的平面图。阁讲起着即个圣殿的后面，毋是门后面有一个房间，即个房间拄则就是咱所读的即个房间，拢总有有遮个向北甲向南，这个房间即间厝呢，毋知内底有几间房，但是呢，就是伊的宽度甲伊的长度，虽讲遮个房间都无讲起着伊遮个路因但是伫41章遮个中间咱看到。当所罗门王所起的圣殿，大约嘛有烧香的物件，这当伫列王记的上卷第6章50到10节，个列王记上卷的即个第6章29节，一直到36节，拢会当看到甲以色列所看物件有相像的，所以嘛有可能是。以色列，伊迄阵时代，伊修掠进前的迄个圣殿就是所罗门起的，所以嘛有可能将所罗门的圣殿，来即个物件看到伫伊的异象的中间，这嘛是有可能的。
不过总是这个房间虽讲无说明讲啥物路因但是伊伫咧设计图的中间已经拢有出现嘛拢有伊的即个规格伫迄个所在。13节，迄个人让圣殿长50公尺，对圣殿后壁到空地西边迄间厝，距离长50公尺。圣殿的头前就是东边的空地，宽50公尺。伊搁让西边迄间厝，包括两边的走廊，长50公尺。所以这个50公尺就是100公尺的一半哦。咱看到这个圣殿原来若只是安尼要用行的来设计的哦。原来是这个不止宽不止大间。这是整个这个圣殿的这个寸尺，马当讲是它的面积当胜出伊的这个面积。咱甲换做即马现代咱在用的这个这个刻度呢，安尼咱就较容易理解伊这个寸尺有偌大，这占的这个范围有偌宽。再来十。圣殿的内殿外面的走廊、户埕、窗仔，以及户埕对面3站的走廊，对涂骹到窗仔拢用插板包伫。这个窗仔拢关下，内殿到外埕周围的壁，对涂骹到门的顶面，拢照寸尺用插板包伫。逐面壁有刻基路伯甲樟树，基路伯甲基路伯中间有一丛樟树。逐个基路伯有2款面，一个面是人的面，即边的樟树，一个面是狮的面，迄边的樟树。圣殿周围的壁拢共款，安尼圣殿的壁对涂骹到门的顶面，拢有基路伯甲樟树。圣所的门条是4角的。所以咱搁看到这个以西结去引带进入到伫这个圣殿的内部。这个圣殿的内部会当看见是有刻是有刻这个图就是像咱即马伫这个荧幕上会当看到包括伊的窗仔，包括伊的走廊拢是用板仔来包的。这个板仔所刻的主要是2种物件就是基路伯甲樟树这个基路伯是伫开始第一章这个基路伯有4个面，但是伫遮所刻的基路伯只有2个面可能因为这是平面的无当刻立体的，但是2个面剩2个，都2个就是人甲狮就无迄个牛甲无迄个鹰角就没有就是剩人甲狮这2个面然后基路伯甲狮的中间就是基路伯甲基路伯中间就是这个樟树有这个樟树安尼来穿插。然后搁看到这个圣殿伊的门条是4角形的一般咱这个条拢会用圆箍但是伊这是4角的是方的。然后伊这个有一个段伊看到一个物件伫至圣所的头前至圣所的头前有一个物件像这个尺用茶做的这个茶呢甲伊的寸尺然后安尼来看起来是啥物呢？咱继续来看后壁。伫至圣所的头前有一个看起来亲像木做的祭坛，悬1公尺半，宽1公尺。祭坛的4支角，坛的做4个面拢是用茶做的。迄个人甲我讲，这是下伫上主面前的桌仔。所以这个物件伊先看到这个物件然后讲出伊的形甲伊的这个寸尺。然后这个物件是4个面然后拢是用茶的就是下伫上主面前的桌仔
好河本翻成供桌，好供桌。所以这个岛啊，会当讲是伊先伫异世界行到圣殿内面，差不多拢空的，只有壁有刻即个基路伯，有雕刻基路伯甲樟树，就无看到啥物物件。即摆有看到物件就是即块岛啊，即个岛啊，会当有讲像香炉，但是遮是写供桌，是要啃物件的岛啊，啃啥物物件？可能是要啃献互上帝献祭岛啊。昨咱讲迄个伫即个外亭，遮个三层房间，遮个房间内面有诶拢有2个岛啊，还是4个岛啊。遮个岛啊，若是要啃遮个献祭，就是要祭米遮个物件。但是即马来到圣殿内面，剩一张看着一条岛啊，但这岛啊，甲咱即马咧看一般咧使用岛啊无共款，伊是生即种形诶。即个岛啊诶作用，可能就是要来献互上帝物件，伫即个所在，嘛有人甲认为讲这是一个香坛，就是要将基督，放伫即个所在。继续23节，圣殿甲至圣所诶门拢是2线诶，逐扇门拢有2片，是为凹直。圣殿诶门线有刻基路伯甲樟树，甲壁条会雕刻共款。走廊院外迄面有茶做诶边仔，门诶走廊两边拢有窗仔甲樟树诶雕刻。圣殿诶厢房甲边仔嘛是安尼，所以物件就是安尼。但是伊有看到遮诶壁，甲遮诶门，拢是有雕刻，拢是刻共款诶基路伯，甲刻即个樟树啊。好，今日即张无介长，咱看到对先伫异世界安尼行，搁经过遮个图，咱大约有一个印象了解即个圣殿生诶即个款式咯。今日金句用第40，伊个娘是内殿长甲宽拢是10公尺，伊甲我讲这是至圣所。这是是圣殿内面会当讲上要紧诶一部分是至圣所。所以讲今日先伫无看到至圣所内面有约柜，也是有宝座，但是伊有看到即个寸尺，甲即个拿度。今日即张41张互咱读了后，当发现圣殿的结构是真有次序，安排了真精细。然后伊内面逐款的房间，互咱真好奇，到底这是做啥物用的？但是伊无答案，无互咱知影。咱对先知的即个对伊安尼来行来说来看的时阵，嘛当发现讲圣殿内面差不多拢空的，剩即个岛啊，供桌伫迄个所在。只有可能就是要伫迄个所在来啃，要献互上帝上要紧的祭物，也是上重要遮个礼物要来献互上帝。这是今日咱所看的41章。伫今日10月21号，1895年，就是即个甲午战争爆发的迄年。伫台南，迄阵就台湾府台南，遮个地方遮个人士叫陈修武、吴道元，因来请英国长老教会的巴克的牧师就是苏格兰长老教会的巴克的牧师，甲宋中坚牧师，顶遮个人来日本陆军第2师师团团长乃木希典将军去甲因交涉。因为当时甲午战争，台湾战败挂互日本，日本就要来接收即个台湾。但是伫台南即个所在，因知影讲即个因真烦恼，因为台南迄个所在有城门，日本兵无法度真紧就入来，日本兵的意思是讲，你若无投降，安尼因就要血洗台南，就将遮个人拢要来杀死安尼。所以遮个台南住伫府城内遮个人就拜托巴克勒牧师，所以巴克勒牧师伫民间也火把甲宋牧师因就行去找即个日本的将军交涉，最后因大家拢同意和平的开门开大门，互日本人会当入来。
所以对于迄时阵台南城、台湾府就互日本来接收嘛迄个是也代表有一个台湾民主国台湾民主国就正式来灭亡。今日是拜二，咱伫教会部有即个专职当工的办公室会议，这拢是固定的。今日暗时，咱嘛有即个桌球教室，是即个请鼓山教会的即个长老，蔡长老来讲座，是对暗时7:30到9:30，要伫教会1楼，欢迎咱会当来参加。今日祈祷，是耶稣伫约翰福音14章第20到第30所讲的，嘛是咱今日所看即个异象。耶稣讲，伫我的爸的厝有真侪房间，我去是要甲恁准备所在。若毋是安尼，我袂甲恁讲即个代志。我去甲恁准备办所在了后，会过来带恁去我遐，我伫遐，恁嘛会伫遐。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互阮看见圣殿，毋是只有敬拜上帝圣殿毋是只有伫迄个所在来献礼物互上帝，圣殿嘛是上帝要互阮的礼物，上帝要带阮去到的所在，亲像主耶稣所讲的，伊要备办好势，然后就来带阮去。阮看这是一个奥秘，都是求主圣神帮助阮。互阮当看了清楚明白，互阮知影通珍惜，这是上帝要赏赐互阮的遮个福分，阮就运动好好来祈祷，运动好好来做工来领受将来来领受上帝要赏赐的福分，也愿主你帮助阮，互阮还是圣殿的生活会当有规矩，嘛会当照起工，会当来敬拜主。来恳求甲祈祷，都是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咱做伙来吟诗246首，我对深深含轻。我对深深含轻，又叫我主的名，主叫你那耳空，听我恳求的声，罪恶主那求空，是你人徛袂了。总是你有怜悯，写罪的阮记了。我在天后上帝，心心定定在等。我仰望主的话，心心就袂野人。彼人暗时就起，往望天光较早。彼人就起望过，我是望主较热。人情以色列人，要往望主上帝。求阮连人民无地。愿上主赐福你，保护你；愿上主的面的光照你，施恩互你；愿上主欢喜的面看你，赏赐你平安。阿门。